佛手瓜了，没有种到土里面就会生根长芽。那个黄毒了，黄毒子，黄毒。黄毒一种中医草药，中药治那个毒瘤还是什么，还是甲状腺的问题呢？他被以为是何首乌，不是何首乌黄毒本身有毒要炮制，要有技术处理才能用的药材。黄毒叫黄药酯，那个一碗小粒那个也是会自己长根长芽出来，好像春天就会长根发芽。这个佛手瓜也是，你看，只要放在地上，还会长根啊发芽，长根啊发芽。